到一个讲师好，课前先请坐下。伊甲迄粒珍珠捡回来，捡回来了，失去了，拢迄个无主啊，六神无主啊，吼，咱的珍珠人就拢无伫的啊，吼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，要怎么去斩断这个因果呢？靠的是我们的智慧剑、智慧剑。咱爱有智慧，吼，有智慧，咱才有法度去斩断这个因果，吼。啊，透过了一步一脚印，如法去修的话。有时啊，有一天咱会发现，哦，说互我拢有亲身体会呢。所以就做重点伫对了，做看卖啊！真的，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去做看看。啊，回归啊那八点，哦，啊回归了清洁，啊那长保咱迄个决心，咱迄个觉醒概念弄出来。